我是阿翔。专家有地位，就是讲咱出来第5个人。来到本节目挑战阮的题目，过关饼奖金上侪35000，请各位你揸登去哦！加油加油啊！好，今日介绍咱2队来宾，我这边先来哦，阮阿豪来啊。阿豪，哎呦，是多这个阿豪咧，来考题好。上个好，所有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柯启和。是。阮这组呢，今天合作阿豪。福气啦，哦要开演唱会啊啦！好消息啦，安尼就是红啦，对啦，来。伫咱所有观众朋友支持之下呢，咱这个节目已经要第13年啊啦。是啊，啊，这段时间呢，咱嘛栽培真侪非常优秀的台语歌手，咱捌摕过金曲奖，有影，嘛有一位金曲奖。哦，所以讲呢，等于讲这边的这个演唱会呢，11月25，咱伫个高雄的流行音乐中心，哎呦，等于是咱的一个感恩的成果发表会。是，是要甲真侪好的歌，啊，甲歌迷同齐分享啦。嘿，啊，而且咱的节目做甲尔好，真侪人爱看。啊，若真正有影有意思，要甲阮支持这个来，11月25啦。对，是咱高雄哦。是高雄。啊，我唔知影你的队友内面吼，这明川老师是替恁做造型了。对啊，看伊无明川老师，大家好，我是李明川，我今日嘛来宣传哦。来，上重要的是我唱歌啦、唱片啦，啊，我有物件要送互你。就高追啊，是唱片，我是讲是出化妆品呢。哦，我这就特别嘞，这是咱的一个创举，我有单曲联名商品，这有一个动模。啊，即摆大家拢手机来听音乐对不？对。所以这个咧，你甲拍开了咧，你甲这个摕起来，这有一个 QR code 有无？你可以用手机啊，安尼甲录一个，你就会使听我的歌，佮会使看我的 MV。哦，我去巴黎拍的哦，我去 Paris 拍的 MV， 是巴黎哦，不是巴黎哦，是 Paris， 嘿，好来，老师来唱一下哦。就是喜欢你，唱歌给你听，猜猜哪一句藏着通关密语？虽然你很迷糊，还有点任性，孩子气又不解风情，命中注定。我的天使是你。再来个啥的去？吴声梅，欢迎啊！欢迎！啊，跟我们音乐在路，翁玉君，欢迎啊！是。因为今年底咧要出我第1张专辑，所以大家已经拢等足久啊，恭喜！好，来个啥的去？好，这位呢，甲咱这个牌啊提较最重要的，这个是咱的小乐，嘛是神秘嘉宾吗？给您非常重要的一个伙伴，就是咱的保姆啦。小乐，乐，把咱叫过来，欢迎欢迎小乐，即摆啥的去换恁那边啊？是，咱这边福气的对阮这边我看目睭拢光去咧，因为拢红。这边看起来有影有环保的概念。什么环保？较环保。阮这边唔那环保，而且是即摆管拢去我呢。即摆开始存卡出酒尔呢。欢迎咱的将仔少年家，欢迎咱的队长王明乐。大家好，我是廷浩。拄只音乐拢足厉害的，我今日带我的同学来。啊好啊，甲这个吼小鲜肉甲介绍落去啦吼。好来。好，我今日要介绍我的同学，因台语拢足厉害的，我互因家己自我介绍。哦，来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艾伦，我即摆是一个拍毛球的教练。欢迎你来哦！好，搁啥来去？你好，我叫做蔡文雄啊。因为阮这队拢是 model 嘛，我较无共款，我嘛有咧卖珠宝。莫看阮家拢是安尼，我凹一个坑有无？我嘛上少嘛有183公分。哎呦，这是因伤悬，不是我伤矮啊。真正是恁伤悬，不是我伤矮啦。好，欢迎你哦，来搁啥来去？大家好，我是韩信，今日20岁。欢迎将仔，欢迎将仔。第一个讲了。嘿，来搁啥来去？大家好，我是刘佩宏啊，我袂晓你像你这尔晓才艺啊，我刚刚会晓拍排球尔，安尼。我会晓讲台语，是因为我细汉的时阵就甲阿公阿嬷讲话，因较袂晓讲国语啦，所以我讲台语会小可安尼尔。咱后一代啦，对，你加油哦，吼，咱这边嘛是有后一代啊，当然啦，嘛是拢爱加油哦。期待。好，今来介绍咱的台语国文老师。要介绍这嘛，足介意小鲜肉的王秀雄王老师。大家好，我是秀荣。若要水食果子，若要巧讲台语，将在少年兄缘投我送。
阿和福气昂昂昂，你甲我的秘密讲出来，害我小看紧张。谢谢老师哦。谢谢今日第一回合吧，要比赛啊，好不好？加油加油哦！好，第一回合资格赛开始。大家来斗鼓，两队的家庭进行斗鼓比赛，请家己也是输斗入去空架内底，变成一句有意义的话，就算斗鼓成功。两队轮流回答，只要有一边的家庭斗袂出来，另外一边的家庭就赢咯。嘿，大家来斗鼓。哎呀，你一句我一句，紧的紧的哦。好，第一回合嘛，加油是啊，即马手放喺另个顶面。啊，听我讲，请手答，手较紧的哦，就甲起落去，啊，你就通做答啦哦。好，我们出题哦，来，小伟，咱请出题。请问，阮女朋友安怎的模样看起来足可爱？哦，女朋友安怎的模样是的哦，看起来足可爱哦。来，咱请手答。好，来，咱阿好。阮女朋友是。腰娇塞奶的模样看起来足可爱。哎呦，腰娇塞奶啦，老师对唔对？对，就赞嘞。好，来我这边，少年嘞。阮女朋友好呆模样看起来足可爱。好呆的模样啦，老师对唔对？哎，小鲜肉厉害哦。厉害哦！好，来恁女朋友嘞。阮女朋友微微啊笑的模样看起来足可爱。哦，微微啊笑啦，老师对唔对？对，正确。哎，礼拜。阮女朋友伫面床顶的模样看起来足可爱。伫面床顶的，伫面床顶哦，老师对唔对？好，来这边。阮女朋友生气骂人的模样看起来足古锥，足可爱。生气骂人啦，老师对唔对？对，正确。嘿，来。阮女朋友煮饭洗菜的模样看起来足可爱。煮饭洗菜，洗菜，煮饭洗衫的模样，老师对唔对？哎，当带起来做梦。加油哦！来，我女朋友伊起性地的模样看起来足可爱。哦。起性地，起性地，老师对，起性地唔对，伊发性地的模样看起来足可爱。伊发性地，老师对唔对？两个拢对，再加一分。好你加代。来，阮女朋友透早起床的模样看起来足可爱。哦，好，拢甲起床。啊，你面床顶，今嘛爱看透早起床啊。这个对。袂当去讲眠床啊，但是囡仔会看的。是哦，来我这边。阮女朋友做事认真的模样看起来足可爱。哦，做事认真的模样，老师对唔对？歹势。哦，来分数先。恭喜咱得到1分哦，少年家。来，问老师啥那袂用你哦，哈，来老师。好，咱一般就是会讲做代志啦，嘿，啊，因为你做事有当时哪个误会着，然后做法事啊，甲你做献身安尼就惨啦。好，所以咱希望讲，用较台语化。来，手我叫另个顶面哦，后一题啊哦，来，听讲悄悄台咱来当试哦。好，来，上位咱请出题。请问古早人讲，唔通安怎，若无会安怎。哦，唔通安怎，若无会安怎。拢中6个字。哦，来，咱请手答。好，来，胡哥。OK 啦。古早人讲，唔通讲白贼，若无会顾人怨。哦，讲白贼顾人怨，老师对唔对？对，会使。嘿，好来，我这边。古早人讲，唔通食伤饱，若无会腹肚痛。哦，食伤饱，腹肚痛，老师对唔对？古早人应该无咧讲这啦。古早人无咧讲，现代人嘛咧讲。是，对。好，来分数先。恭喜咱好起来，得到1分哦。得到1
球啦！来，咱多谢文祥，多谢。来，因为拄则恁上个有解释过啊，吼，因为迄现代人跟古早人拢会遵守的，吼，啊，古早人较无咧讲这，啊，搁来拄则迄个讲白菜，因为个人玩，这嘛是真正个人玩。不过以前有一个咧，就是讲你若讲白菜，你会互挂喙齿，对对，系，所以这个所在是拢会使啊。好，来，请问看看两个点名喽。小讲插手大家会当试哦，哈。好，来，上个咱请出题。请问，人的一生若是拄着什么，就是一件安怎的代志咧？哦，拄着什么三个字哦，吼，就是一单安怎的代志哦。好，来，咱请手答。来，少年嘞。人的一生若是拄着好爸母，就是一件幸福的代志。哦，好爸母幸福，老师对唔对？有够赞的，赞哦！好，来，发起啊！人的一生若是拄着好牵手，就是一件幸福的代志。哦，幸福讲过来，要解释。就是一件欢喜的代志。好牵手，欢喜的代志。老师对唔对？对，会使。哎呦，来。人的一生若是拄着歹老师，就是一件袂爽的代志。哦，歹老师。拄着歹老师，袂爽啦。老师对唔对？有够生少年家。来。人的一生若是拄着歹物啊，就是一件衰尾的代志。哦，歹物啊啦，嘿，衰尾啦，老师对唔对？对，健康。哦，来，人的一生若是拄着好朋友，就是一件快乐的代志。好，好朋友快乐啦，老师对唔对？对。再来，人的一生若是拄着真溜啊，就是一件歹运的代志。哦，真溜啊，歹运呐，是老师对唔对？对，健康。来，人的一生若是拄着好大家，就是一件顺利的代志。哦，好大家顺利哦，老师对唔对？赞哦，袂歹哦，袂歹。人的一生若是拄着歹新妇，就是一件悲惨的代志。哦，歹新妇就是悲惨啦，老师对唔对？对，健康。哎呦，我刚才无讲了咧。人的一生若是拄着好媳妇，就是一件大心的代志。好幸福大心啊！哦，老师对唔对？今晚新妇袂当佮讲啊，无新妇啊，袂错。这间就两种啊，一好新妇，歹新妇尔。来哟，人的一生若是拄着好头家，就是一件好运的代志。哦，好头家，好运呐，老师对唔对？好来，另外，人的一生若是拄着美术史，就是一件万幸的代志。哦，老师安尼对唔对？加10分。哦，人的一生若是拄着修良者，就是一件学习的代志。加100分，唔过，即摆袂当佮破塔，阿雄还袂讲着，想讲阿雄扣分。啥人会当抢头香，摕到5000块，广告回来报你知哦。另外，人的一生若是拄着歹朋友，就是一件生气的代志。哦，歹朋友生气，老师安尼对唔对？应该无讲过哈。好，来讲好朋友。来。人的一生若是拄着乐透，都是一件就爽的代志。丢乐透，就爽啊！老师安尼对唔对？对，健康。哦，来。人的一生若是拄着歹头家，就是一件辛苦的代志。老师对唔对？好，头家袂当个出来。无头家啊！无头家，无新妇啊，无朋友啊。新妇
打鸡打瓜，怎么拢袂当讲？你厝内底人拢袂当讲。我知啊，即摆人都袂当讲的，人都袂当讲，人拢使讲。安尼我讲，好，人的一生若是拄着变身啊，就是一件衰尾的代志。哦，衰尾讲过来，衰尾讲过来，衰尾嘛袂当讲吉的，衰死。好好讲话哦，系被卖票哦，好好讲话系。就是一件可怜的代志。哦，变身啊，可怜呐，老师对唔对？对，诈骗集团。哎呦，来，哦哟喂啊！人的一生若是拄着美术指，就是一件万幸的代志。哦，拄着美术指就是万灵哦。万幸啊，万幸，万幸的代志，老师安尼对唔对？加10分。哦，7分啊，7分。哎，等下去他讲伊啊。我系啊。今日讲老师啦，人的一生若是拄着受量者，就是一件学习的代志。哦，受用者啊，就是学习的代志啦。老师对唔对？加100分。即摆袂当个破蛋，阿雄还袂讲点，像讲阿雄扣分。像阿雄会当讲咯，其他拢无朋友啊，嘛无大家哦，嬉笑啊，来。人的一生就是，若是拄着好兄弟，就是一件庆幸的代志。哦，好兄弟庆幸的代志啦，老师对唔对？哦，无多啊。人生有不散的宴席嘛，拄的拢拄过啊，拢一定爱拄着嘛。好，来分数。终于好起啦，得到第2分咯。来，咱来问老师是安怎袂当哦？吼，来老师。人的一生中，若拄着好兄弟，嘿，对，是一件庆幸的代志。嘿，第一个就是讲，你出两个问题，好兄弟有2个意思。第一个就是真正是 brothers， 哈，啊，第二个就是真正是贵好兄弟。所以这2件代志是一好一歹，所以无法度讲是庆幸，然后庆幸是较华语词，对，嘿，所以互你唔对，我心足痛，毋过无法度，所以咱学起来较重要，是，好，谢谢老师，不要紧，咱还有真侪回合吧，惊啥？对啊，吼，来，咱先来看一个分数，看阮福气的这边，得到2分哦，袂歹。啊，阮奖台这边呢？1分。哦，所以奖金是倒一边呢？耶，咱好起啦，得到5000块。好，来，咱今日咱的第2回合，抢答定歌机。抢答定歌机，2队派出1个人来抢答，讲出正确答案的人就当得到分数，隆重进行5条题目。抢答定歌机，大家望看卖。哎呦，望看卖，这奖金偌济？这个回合？啊，咱这回合吼有5题啦，咱的奖金是1万块哦，大家加油啊！哦，好，来啊，好，目睭看头前哦。看头前哦。咱来台语望看卖，请望。哦，好。即马一个变成2个啊！好，有淡薄仔软。哎呦，是咪蜘蛛？唔是啊，不是，看起来袂讲加，望起来袂讲加。2个都要望出现出来啊！我无人要抢答。啊，恁2个小提示者，恁即马2个人拢望到一部分尔哦，伊边阁有哦。我感觉怪，敢若。哎，是啥物？敢若破去。后边袂使讲哦，后边袂使讲哦，后边。来，我感觉有淡薄仔软嘿啊，应该是小啊冷，无啥物温度呢？无啥物温度，哎呦，软无啥物温度，无啥物温度。啊，什么型望起来的？粗粗，软个粗粗，软个粗粗。什么型的？什么冷的？我拄则望的是圆的，圆的，我感觉是海绵。海绵哦，哎，台语真好呢，海绵讲会出来，是有声，有声，是看卖啊吼。好，来，老师，海绵对唔对？唔是。是哦。好来，那是参像
囡仔人咧耍的物件。囡仔人咧耍的物件，敢若是啥物？敢若是汉堡迄种物件。哦，就是讲囡仔人咧耍的。这种玩具，是。啊，你若讲吼，你若是讲哦，你若是汉堡，就问安怎讲？台语。汉堡。汉堡。汉堡。奇怪，囡仔时阵就是汉堡，无台语呢。汉堡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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确定哦。好。老师是不是汉堡？对，健康。你嘛是海米啊？分数。来，恭喜这条1分哦！你咧问我啦，来，咱听老师解释。啊，搁有咱一般会讲迄个美国挂包，美国挂包，因为有的人这是台语界较接受的2种讲法，啊，其他搁有啥物芳挂包啦、羊挂包啦，搁有人讲 hamburger， 所以伊是汉肉夹。啊，嘛有人讲你做伙甲加咧，所以汉肉做伙加就是汉肉加。啊，搁有迄个啥物芳膏啦，还是讲伊迄蛤蟆形，就叫蛤蟆胖蛤蟆安尼。啊，毋过咱台语界是较接受汉堡，啊，搁迄个美国挂包，直接翻译听有上重要。你讲蛤蟆胖人听无啊？是，无唔对。好，不要紧，咱搁有哦，好，搁继续加油哦，今日换人。今仔要甲伊问者，会惊无？会。通好提者就是这个物件，应该是每一样厝内底拢有啦。你嘛捌用过？嘿啦。是。准备好啊，目睭看头前哦。台语望看麦，请无？目睭看头前哦。好嘞。这边问题。哎呦，嫩。哎呦，什么？来。谁的？你感觉安那？你摸着安那？摸起什么嘛？嫩。啊，毋过佫小可外口嫩，内底小可定。内底啊，一片安尼。一片。对。一片。敢若一片尔吗？一片啊，爱浮起来。浮起来。伊无甲你喊吗？无甲你喊。无。啊，毋过我感觉姊仔手直直甲我合。但是，迄人是学乐器的手哦。对。嘿。无唔对，你感觉是啥？你感觉是啥物？你捌用过哦？我用过，我以前用过。你一定用过。按个问题来，我袂晓讲。啊，无你讲看卖，啥物时阵你会用到？用电脑的时阵。哦。对。是。猫愧手的。愧手。袂歹哦。愧手的。猫愧手的。无猫就愧手的。哦，愧手的啦。愧手的，哦，我来问老师哦，回去等下给我一解机会哦，哈。好，来，老师愧手的对唔对？先学其他试看卖。好，来，嘿嘿，good，啊，good 溜，不是，good 灯啊，唔知要讲。哦。不要紧，咱试看卖好不好？好。古典啊，来，老师古典啊，对唔对？袂使，佮讲一个，再先看卖啊。古，哎，听到唔是讲啊？鸟气，对啊，古鸟气。古鸟气。古气。古气宝。袂歹哦，骨气宝，骨气宝，确定哦？确定。好，来，老师是不是骨气宝？会当算伊对。好，来分数。恭喜得到第1分哦，真困难哦。来，咱听老师解释，来，老师。迄个一般就是讲花鼠，咱叫做骨气，还是直接讲鸟气啊嘛，哈。这个也是讲电脑鸟气、电脑气拢会使。啊，虽然听到讲3个字，其实你会当做小可变化。啊，不过你的骨气是对的。啊，过来就是迄个，你第一个讲愧手的，你敢若讲到一半尔，因为愧手敢若迄个动作，你无去讲到伊的作用哈，所以袂当算你对。啊，然后迄个就是讲迄个物件，因为咱一般其实这款软的物件，不管是塑胶布啦，还是讲普通是身躯咧穿的，咱拢会当甲叫做布哈。所以你讲布，我是互你对。啊，不过一般因为咱是迄个你手放伫顶悬，咱爱讲迄个点嘛，就是骨气
点还是骨刺点嘛？啊，因为咱看这一块房啊，吼，有当时啊，就是会甲迄个垫板。因为垫板嘛是有一个点嘛，啊，你会用唔对去，啊，其实垫板咱是住伫下底，所以这是竹啊，啊，咱要放大电源用的叫做点嘛，所以你平常时就是汤咧用的是烧点嘛，你袂当讲烧竹啊，你若烧竹啊，就变做爱藏在下底啊，嘿，所以这两个所在就是注意一个骨刺点还是骨刺点嘛。白手啊，加油啦！对不？这就大家上愿意看到，继续拼就对啊。好，来咱今日换人。第3位啊哦，啊，即马平手对吧？对，平手。哦，拄啊，迄地就平啊嘛。对啊，即马1万块，啊，佫唔知影啥个哦。哦，即马1万块。对。是。啊，好啊。韩信，你惊什么？惊老爸买啊。老爸啊，买啊，袜子。老爸啊，恁爸系买啊？嘿。伊惊臭，伊讲臭啊。哦，臭。所以可能对恁老爸买啊，有较输一点。有票。不过较输一点嘛啦。伊目掉嘛是。啊，你摸着因爸的买啊，不要紧啦吼。不要紧吼。咁咪摕个车来。咱即马制作单位可能有去到。欢迎老爸买啊哦。啊，感谢恁爸爸。感谢伊的贡献。好，来准备好啊，目睭看头前。看头前哦。咱台语望看卖，请无。紧！爱望我头，自头到尾拢望头。好，什么？来。长啊，你确定？试看卖。好，试看卖啊。好，来，老师是毋是长啊？不是。哦，有咧听啊，有咧听啊。嘿，颠打你知道？有咧行赛车应该较知影。甲以前共款。哎呦。韭菜。确定哦。试看卖。好，老师是毋是韭菜？不是。真正拢会啊，查分清楚啦。哇，啊是。来。蒜头迄个啊，伊细汉时阵，蒜头细汉时阵。蒜头细汉的时阵，就蒜头细汉的时阵。加葱是，加葱啊是兄弟啊，啊是蒜啊，唔是葱是蒜。讲的就是一字尔。蒜。哦。蒜。好，来，老师是不是蒜？我老师讲伊呢。我讲去啊，因为伊是蒜头细汉的时阵真厉害哦。因为是对啊，因为就是20岁尔嘛，对吧？所以正确。哦。伊讲到一字啊，嘿啊，是。好，来分数。恭喜得到第2分哦，爱谢谢老师啦。老师对恁真好，而且哦，正确的讲法其实真成。啊，不过就是有差，对啦。啊，咱听老师安怎讲哦，吼，来老师。好，迄个其实咱的答案是爱讲酸辣啦。啊，不过迄个啊吼，伫台语内底，咱有当时啊有讲，有当时啊无讲。啊，所以你譬如讲酒家菜足有名的，对无？咱就是梨肉蒜。所以伊内底虽然放足侪酸辣，不过咱嘛是用迄字尔。所以你讲一字，啊，而且发音阁真标准，所以会使。啊，阁经过形容，甲伊的生态拢讲出来。是伊细汉的时阵，佫是葱仔的兄弟，佫是韭菜的姊妹。我重点来啊！重点来，因爸爸的妹啊！啊，毋过到底有比恁爸爸的妹啊较好闻无？有无？有。我介意。你介意？所以赶快你上惊嘛是爸爸的妹啊。是。好啊，所以这几项就是爱分得清楚。啊，葱啊一般摸起来会较油，好啊酸啊就是较粗佮较长安尼。是。韭菜迄个叶啊是尖的，是扁的，是。嘿，所以无啥共安尼。一定要加油哦！好，来咱今日换人。对，就是介意你。就是介意你。无唔对。介意你。较说你温柔一点嘛哦，好来，目睭看头前，台语望看卖。哎呦，知影就要紧吃啊！来紧点吃哦。大鸡，叮，庆祝，看着就欢喜，伊会当安怎？伊会使，伊会使蹦哦。
林川哥哥，你唔当黑白懵，麦克风的台语到底爱安怎讲呢？台语望看卖，咱请无？哎呦，知影就要紧吃啊！紧点吃哦，知影就紧点吃，不要紧吃。哦，好来，老师什么感觉？我拄仔甲你讲，大鸡，丁丁，庆祝，庆祝，看到就欢喜，看到欢喜。伊会当安怎？也使也了，也使蹦哦，嘿。老师讲的敢若宴会呢哦。是啊，唔是宴会，唔是宴会，唔是。大鸡。鞭炮。啊？鞭炮。鞭炮，一定是忘掉一部分，所以厉害，老师厉害。鞭炮。好，来，老师是不是鞭炮？唔是。哎呦，嘿，来。讲话是咪用着？讲话是用着。哦，是。啊，你感觉是啥？什么风？什么风？什么风？哎呦，吹过来。什么风？什么风哦？嘿，什么风？讲雷锋好啊。雷锋。新的名词哦，袂歹。老师，雷锋对唔对？雷锋闪闪嘛，不是。你绝对有对吼，老师。我有对，不过我嘛惊我讲唔对呢。不要紧，因为我讲的可能是俗语。哦，不要紧哦。麦克。把伊麦克摕来。哦，麦克。好，确定哦。因为我感觉无风啊。是。麦克。好，来，老师是不是麦克？对，正确。来，有分数。恭喜你的第2分哦。好，来，咱听老师来解说。好，伊华语是麦克风，请问小鲜肉要讲的是这是无？对。好，是。伊就不要麦克。差遐济。好，啊，一般咱就是因为伊是 microphone 嘛，好英语，啊，毋过到日语的是个传来咱遮敢若用头前呢，好，所以就是麦克。你用入声也会使，还是你要用第3条麦鼓拢会使，吼，因为是外来语有当时迄音会小可转调。好啊，所以另外佫有一个就是叫做话筒，啊，毋过话筒就较像以前迄个较电话咧用的迄款的，嘿啊，所以咱这款拿伫手的是用迄个麦克，还是麦鼓。拢会使。你也看，即马2分过来啊！白手哦！有拼有机会哦！咱今日换人哦！你看阮阿和的，阮阿红，恁阿红，阮阿和。安那？阿红啊，你看阮阿和啊！对啊。哎呦，真紧张呢！紧张噶？是尽量讲，吼，你拢无爱无。摸好头啦，唔通干那讲一部分，安尼你就摇袂掉啦。嘿，啊，较温柔的，吼，双方拢较温柔的。拜托。吼，好，来，把手看头前，台语望看卖，请无？哎呦！哎，袂当摕着，嘿，啊，放轻松。什么？丁的。丁的。啊，袂伤大。我感觉是迄个锁匙会使开迄个。迄叫啥物？锁。嘿。锁门，伊个锁，嘿，嘿，一个字锁。对。老师，锁对唔对？我无定位伫遐，毋过伊会使。我不爱笑。来分数，恭喜你的第3分哦！好，来，咱请老师解说来。好，其实伊就是讲咱迄个会当讲锁嘛，会当讲锁头，因为你叫人去甲你开锁嘛，所以就是去开迄个所在。啊，咱会当撑入去，迄叫做锁匙，所以迄个物件叫锁头，也是锁，拢会使。哎呦，真可惜啦！真可惜，毋过不要紧啦，唔通开哦。搁有哦。好，来，咱看一下分数好不好？看咱阮阿好福气咧。即马有2分哦。来，咱奖财咧，因有3分啊！哦，所以这个回合的值班去倒位咧？即马这回合值班考伫咧咱奖财这边咯，恭喜！好，
好，今日的第3回合斗阵拼输赢。斗阵拼输赢，拢总有5条题目，两队家庭10个人斗阵就台回答，若是答唔对就会失败。进行5题了，最后生存落来较侪人的家庭就赢咯。这个回合就敢若3个答案，就是 A、B、C， 吼，会记哩哦。若有把握，咱就同齐答；若无把握，咱就一定要甲这风险分开哦。没错。好，好，要开始啊哦。好。听我讲，请试答案，咱才会当试哦。来，小伟，咱请出题。请问，什么时阵咱会当用咪咪毛毛来形容呢 ？A. 猫仔生做足古锥的 ；B. 车迄弄害去。C 写字写甲足细腻的。好，你有10秒的时间，来今日讨论哦。咪咪毛毛，来哦。应该简单吧？真简单啦。咪毛毛，咪咪毛毛。 5、4、3、2、1，时间到。时间到，来。哦。来，咱来看这边 ，B B C B B。 这边 B。哦，意思就是讲 B 大家较有把握，对。啊，毋过啥呐？有一个 C 咧。我会记得我的阿哥甲我讲，啊你写字哪会写甲安尼歪哥起出咪咪毛毛？我会记得有一个有互人骂过，所以我印象嘿，我感觉毋是因讲的答案，来，拢是 B 哦。对。来，我问一个。拼好。因为阮较早甲厝的人讲话拢敢若听到车拢甲咪咪毛毛，其他拢无听过。啊，阮拄则问咧讨论的时阵，大家拢讲是 B。答一个咧，正确的答案是 B。来，不要紧。 新娘啊，咱先休困一下啦，咱免遐尔吵完，请甲我试一个失败。好，这个咪咪毛毛吼，其实咱咧做选择题时爱善用迄款消去法，就是无适合的就甲汰掉，吼。所以其中咱的 B 甲 C 可能有当时啊有听到，啊毋过较少。咱一般会讲迄个车也是物件歹去，较具体的物件，啊咪咪毛毛是安怎？就是头前咱虽然是照字啦，吼，啊毋过头前用迄个毛就是烂去的意思，吼。啊迄个毛其实咱就是讲，咱的喙毛毛，像一寡老大人，吼，因就是无喙齿，也是讲因咧食物件，吼，拢安尼毛咧，吼，所以即个部分咱就是较有绕痕。 啊！你车呢，就是弄歹去了后，伊就是烂去，啊，搁有迄个痕出来，毋是完整平整的。所以咱一般来讲是即个车弄甲害去，比即个字写甲咪咪毛毛较适合。吼啊，歪个起出，啊，可能老师互你的分数咪咪毛毛嘛，可能有人讲啊。吼，总讲一句 B 较适合。嘿，趁烧哦！加油哦！吼，来哦，上个咱请出题。请问。 石龙江的泡面土地公最有名的，求财求平安拢真灵舍。你敢知影伊伫咧台湾的倒位咧 ？A. 南投 B. 宜兰 C. 云林。来，恁有10秒时间，是南投宜兰还是云林呢？石龙江啦，有拜拜的人拢应该知哦。人听讲去拜吼，咱规首某去拜。对啊。来个4、3、2、1，好来，时间到。来。哦，咱来看一个哦，哈 ，AACA， 哦，这嘛无确定哦 ，ACACC， 你感觉是伫南投吗？哥哥？我是感觉南投的机会较悬。哦。 不过南投阁有一个真有名的土地公咧，对啊，云林应该嘛是有哦。我算是，就是因为我是云林人，我想讲，这特别的所在应该是伫阮的家乡。是。哦。玉君嘛是感觉。我敢若有伫过年的时阵，敢有听过有人讲要去南投，就是要去啊。 食泡面是摕泡面去拜哦，敢若有听过，毋过无啥确定，无确定到底是伫倒位？是，对。嘿，啊那这边的，我来看者，
因为我是南投人，我较早有去过这个土地公庙。哦，我有去过，不过我印象无看到泡面。有泡面足济，不过为阮厝的去遐有淡薄时间，无讲真近。所以我感觉讨论落来4个选项较济。阮爸爸遐是文林人啊。你爸爸文林是妈祖较有名，唔应该土地公。你拄则来无讲？我想要讲，就一了无时间到啊，我选 A。无定着伊替你立大功哦。对啊。无一定啦。对，吼 A 加 C 尔，都无人选阮宜兰，不要紧啦。那无定着你宜兰。不过咱来看一下哦。正确的答案是 A， 容易。好，来老师，你先要困者试失败。好，咱若为地理上来看吼，其实云林、彰化拢外海，所以妈祖庙真正较济。啊，不过全台湾是拢有妈祖庙。啊，然后这个南投这个石龙宫吼，伊因为土地公是咱所有全台湾上济神的上济庙的一款庙嘛吼。啊，这石龙宫迄当阵就是人有可能去。暗时去遐拜迄个六合彩，啊要求明白，啊毋过遐伤过偏僻，因为因拢有当时经迄王仔埔啦，还是土地公庙啊，是一寡阴庙咧求迄个壁迄数字嘛吼，所以去到遐拢无物件通好食，啊泡面是上方便的，啊搁有就是上俗的，吼啊搁会当煮鸡，啊搁真好食安尼，啊食这可能食无了，就留大遐。啊，可能有的人有得奖啊，得幸运，还是讲个客愈来愈济，地属到遐的人拢全去遐的，那像爱食一个泡面，较会求平安。啊，才会食的人，转去然后下愿，啊，搁入愿了后，伊得搁转去行愿，得搁送愈来愈济泡面，所以迄搭遐较会形成即款物件。啊，伊伫个中寮就是搁伫个南投的搁愈中遐，所以深山拿来。好，来试后一题。即马3条命对2条。3条命2条啊！来哦，出题哦，上个咱请出题。请问台湾人爱拍野球，恁敢知影什么人是台湾头一个像咱美国大联盟的野球球员呢 ？A. 郭宏志 B. 陈金峰 C. 王建民。来，恁有10秒的时间。哦，这看着老布丁甲咱的少年呢，都唔差早一个较知影哦。但是若爱野球应该拢知啦。是，无唔对，5、4、3、2、1，来，时间到。哦，咱看一下哦，这边 B、C、B， 这边 B。哦，你有去拍野球啊？无。无，要毋过我厝内底，阮爸爸、阮拢爱，哥哥因拢爱看棒球、拍野球，吼我就对你边仔看。毋过即马即题是讲头一个，对。感觉上即个人还有一点仔年纪，年资，是哦，所以你会感觉 A 甲 C 拢是较少年淡薄因为伊是即几年啊，较定来你听到的大名嘛，啊，毋过听起来较资深的应该是 B。阮拄则讨论嘛是感觉是 B。因为年岁关系啦。而且伊正常有听过伊是先去，搁倒来台湾，王建民才去。好，来，咱来看一下哦。正确的答案是。好，这个陈金峰吼是台南咱这个西拉雅原住民，啊有一个名称叫做台湾大炮吼，啊个风炮，拄好台南遐有芳仔炮安尼吼，啊个有风格永远的第4棒吼，啊咱野球就是棒球，所以伊年岁就是讲。虽然当入去大联盟无甲年岁无差，不过陈金峰咱是较早去听到，所以咱的答案爱选这个陈金峰。另外郭宏志跟王建民因嘛是共款有入去，不过因的年代是伫个2005以后的，嘿，所以咱是选陈金峰。哎呦，上不了一题哦。好，来，上个咱请出题。请问倒一个词唔是用来讲妈妈这个意思的 ？A. 牛干 B. 牛肋 C. 伊啊。人有一句话讲娶新妇，
爱看牛类。牛类。C 呢，我知影敢若有一个类，就是讲伊袂当叫伊的妈妈叫妈妈。是，安尼命的。因为妈妈是歌星。你是一个故事啦，因为可能名家抢叫啊，叫伊啊，后边就叫伊啊嘛。唔是咧讲形容妈妈就是 A。哦哟，要变成死哦！来，咱正确的答案是。倒一个词袂当用来叫妈妈咧，广告回来报你知哦。好，来60秒的时间。哦，妈妈的意思哦。不是讲妈妈哦，不是讲妈妈哦。好，来个。哦，4、3、2、1，好，来时间到。关系2万块的答案。这边 A，吼，这边嘛 A 哦。是啊，那恁拢唔是牛犅。人有一句话讲，娶新妇爱看牛类，牛类就是讲，这个新妇好啊，唔好，你看因老母就知啊。是。吼，所以讲，B 我是真确定。一定是。 C 呢，伊啊，就是讲，我知影，敢若有一款的这个。有一个所在，一个例就是讲，伊袂当叫伊的妈妈叫妈妈，是安尼命的。因为妈妈是歌星。你是一个故事啦，叫姐姐，困啦。伊袂当甲叫，因为可能会名家抢叫啊，叫伊啊，后边就叫伊啊嘛，吼叫伊啊，所以我确定是。有伊内底唔是咧讲形容妈妈，就是 A。好，咱来看下 A 哦。哎呦，哎呦，要变成死哦！来，咱正确的答案是。第二个买田爱有好田地，娶某爱有好牛类，哈，所以这牛类，迄个牛甲类，咱拢是安尼的意思，哈，也是母亲的意思。然后迄个伊啊，有2种，第一个就是真正因的名家是去小刻着，啊，所以算命就甲因讲，你唔好叫妈妈，要甲伊刻母安尼吼，所以就叫伊阿姨啊，也是足侪名称的拢会使。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因为咱是平埔族的社会，以前有平埔族受因的语言的影响足大，所以伫原住民语内底，即个爸爸叫做妈妈，啊，迄个妈妈叫做囡仔，所以迄个囡仔就是阿母的意思。啊，刷落迄个牛犅的犅，迄个犅就是牛就是查某的，吼公牛，也是讲伊唔管伊年岁是加，还是较甲妈妈共辈安尼吼，共辈吼。啊，毋过咱迄个主要是伫后壁迄个名词，犅就是迄个查某的路边吼，也是查某犅吼。所以咱一般来讲，即个就是下骹手人咧帮恁斗摒扫，还是做一寡代志安尼。即马吼，因为平手，所以制作单位2边拢会使摕到2万块，加起来因就是25000。哦，啊，那咱将在这边咧，原本1万个塔起就是3万块。这嘛是阮第一道安尼哦。哎呀，2边拢有。所以讲，倒一个较悬呢？较悬的就是3万块的，会使来去全家抢奖金啦。好，咱即马就进来咧，小记我来排。俗语我来排，当中有5组的题目，大家轮流甲正确的俗语排出来，出的票数就会使换做现金，1票1000块，奖金就互恁全家砸转去。嘿，小记我来排，全家抢奖金。哦，奖金偌济？3万块。3万块就是有30秒哦。是。 30秒对人来讲无够吧？因为一开始算大家靠秒数啊，对不？所以咱搁加30秒变60秒，好不好？速度要紧，让他讨论哦。后边使甲头前讲。来，咱请开始。来。顶港有名声，安怎？下港哦，正港出名，公斤变什么？我正港来，什么徛久就是你的。预备卡，预备。卡，唔对，个气棚下，唔对，个气，卡，不是啊，卡。
比基尼卡，杯，好，这个来，什么无上汤的，感谢无上汤进来，探吉有手姓名啊，来go。哎呦，顶港有名声，下港有出名吼。一般咱就是台湾迄个台字嘛是南北的意思吼。啊，所以顶港一般来讲是以基隆港、淡水港吼。啊，所以就是因感觉家己就是顶港，所以安尼称呼。啊，下港较有名，咱就是安平港，也是高雄港。啊，煞到第二个公亲变事主，公亲就是讲你就是讲开。就是去共做迄个 go between， 就是做迄个会去敲代志啦，吼。啊，毋过悄悄的，因为双边要爱的，也是讲你中传达有一寡问题，所以怎讲变做是你的代志，你哪会替伊讲话安怎弯起来吼？过来迄边较徛久是你的，是因为以前迄个野台戏，毋管是歌戏还是布袋戏，吼。啊，因就是无椅啊嘛，啊，你就是爱去。遐找位占位，所以迄边较徛久就是你的。你鼓励你就是爱拍拼吼，就是讲台顶3分钟，台顶3分钟，台骹跪厝间，只要有拍拼，应该是行的出状元。过来是感谢无双头甜，咱知影咱有地心引力嘛吼，所以毋管是往内头西瓜尾，安尼无双头甜，甲你讲其实无讲两项拢好的吼，有一好无两好啦吼。过来迄个趁钱有数，性命爱顾，咱就是趁钱有数，你会当算遐个钱嘛吼。啊，毋过你毋好咱油汤食油汤趁较袂善，毋过你毋好为着要趁钱，总啊去牺牲家己的性命，也是讲伫咧艰苦啊，搁硬劲安尼吼。其实爱顾着厝里的人的一寡性命。好，谢谢老师。来奖金偌济？因即摆搁剩22秒，所以奖金有22000块啦。好啊，咱即摆就紧来去颁奖。嘿，来，紧来颁奖。终于有22000块啦！赞！真正有影5位拢足奖在啦。安尼哇，老婆听的，新鲜哦，新鲜，除了新鲜，搁配合，无对，真正，阮输了太心服口服咧，大家表现了真好。好，今日上爱谢谢就是咱的顾问老师哦。感谢咱辛苦的王秀荣王老师，拍声鼓励，谢谢。专家有地位，俺斗阵拼落去，互你大家拢欢喜。再会啊！再会，谢谢。欢迎后面来，好，抓这个来，抓这个来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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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志豪。